睇緊片嘅你哋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啊，多謝晒！今次參加咗大寒假期嘅張家界6天團，我哋喺西九龍出發，乘坐8點30分開出嘅高鐵，列車準時開出，途經廣州南、韶關、前方到站是衡陽東等站。本次列車列車最高時速可以達到每小時350公里。今日嘅午餐本來係唔包，不過大寒假期俾咗個意外驚喜我哋，就係幫我哋準備咗個午餐，食埋個午餐，去埋個廁所，搭咗差唔多6個半鐘頭車，就到達張家界西站。總共4團嘅大寒團友浩浩蕩蕩咁離開車廂，一出閘就見到有人打鼓同跳舞，睇真啲原來係歡迎大寒假期嚟到張家界旅遊。之後搭旅遊巴返酒店稍作休息，真係轉過彎就到。今晚入住嘅酒店，戴斯溫德姆酒店，2張大床，電視，2張凳加茶几，景觀就好似一支支乾坤住嘅石屎森林。廁所都係一啲基本嘅設施，明明寫住係推，點解推極都推唔到嘅？布，原來係拉嘅。仲有迎賓生果，跟住搭車去食晚飯，沿途風景漂亮，個巴士站都整得好靚。晚飯嘅地方係喺大容古城裏面，嚟到食肆啦。本身湖南菜係又鹹又油又辣，食肆已經將啲食物盡量少油、少鹽同埋少辣。食飽飯就周圍行下，呢度有啲似城門河嘅係叫做麗水，望到聽日會去嘅天門山，72騎樓，我嚟啦！空歡迎你，鼓舞飛揚歡迎你，仲有着咗民族服裝嘅美女歡迎你。歡迎大家來到人間仙境張家界。入去裏面睇下有咩睇先。其實美輪美奐嘅佈置加上璀璨奪目嘅燈光，又點可能唔會靚呢？
聽導遊講，72期樓個窿同天門洞係大小相若，而且佢哋係遙遙相對。除咗瓊樓玉宇嘅建築，呢度仲會定期有好多精彩表演添。行多陣就夠鐘返酒店。呢度嘅夜市無論鋪頭嘅數目或者遊人嘅數目都完勝廟街。返到酒店啦。第二朝，好彩冇落雨。酒店嘅早餐麻麻地，無論食物嘅種類同質素都不似預期。團友都話杯咖啡好難飲，加上人又多，又韓國人又中國人，食少少就走啦。跟住出發去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。一定要到張家界，張家界的阿美多，個個都會唱山歌。阿哥你要來看美呀，千萬不能走路來，路上的蛇兒多，擔心哥哥被咬着。